候任行政長官下稱候任特首，自當選為第4任行政長官後，曾多次公開發表對現屆政府施政嘅意見。而現屆行政長官曾表示會奮鬥至最後一秒。公眾批評呢個情況呢係造成一區存在兩個特首，或者係越俎代庖，及現屆政府成為跛腳鴨嘅情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鑑於食物及衛生局喺本年4月6號表示已經同私家醫院就2013年接收配偶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嘅內地孕婦（下稱雙非孕婦）來港分娩嘅配額達成共識，但係尚未公布有關詳細資料。而後任特首呢，就喺4月16號公開表示，2013年呢應該實施私家醫院呢零配額，又表示唔能夠保證雙非孕婦喺港出生嘅子女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當局有否評估後任特首公開評論現屆政府施政有否越權及令公務員感到無所適從？如有評估，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政府有否就上述情況作出跟進，以挽回公務員士氣？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二、鑑於有報道指出，環境局打算就處理固體廢物向本會申請撥款興建焚化爐，卻被後任特首舉出作為例子，申明問責制下主要官員嘅政治手腕嘅重要性。當局有否評估有關言論會否令公務員感到現屆政府被暗諷，以致工作時力不從心？如有評估，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政府有否就上述情況作出跟進，以挽回公務員嘅士氣？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三、鑑於後任特首嘅競選政綱提出將12個政策局改為14個政策局，並開設2個副司長嘅職位，統籌跨部門嘅政策，但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現屆政府未有收到任何進行有關工作嘅指示，令本人得悉有公務員擔心大幅改組政策局會導致架床疊屋同埋施政效率減慢。政府有否就上述嘅情況作出跟進，以挽回公務員嘅士氣？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現屆政府與下屆政府都有相同嘅目標，就係服務市民。現屆政府餘下任期嘅重要工作係要確保同下屆政府喺各方面嘅交接順利，以及配合後任行政長官籌劃開展新一屆政府嘅工作，做到無縫交接。政府希望喺呢度重申，直至到6月30日，政策嘅釐定同執行必定係由現屆政府負責，而自7月1日起，則由下屆政府負責。任何重要嘅新政策措施，如果落實時間係跨越本屆政府嘅任期，現屆政府係會先徵詢後任行政長官嘅意見，確保政策能夠順利過渡，唔會影響市民。行政長官辦公室會繼續同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緊密聯繫，協調各項交接嘅工作。根據公務員守則，公務員係需要竭盡所能輔助在任嘅行政長官同埋政府。行政長官喺3月26日向全體公務員發公開信，表示要確保現屆政府7月1日前有效施政同埋管治，並且全力以赴做好2屆政府交接工作。公務員隊伍會秉承傳統，以專業同埋忠誠嘅態度協助現屆政府嘅工作。7月1日以後，公務員亦都必定會全心全意輔助第4任行政長官同埋新政府落實施政計劃。就余若薇議員提出嘅3個具體問題，現答覆如下：第一，
特區政府一直關注同埋致力處理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問題。政府一貫嘅政策係要確保本地孕婦獲得優先同埋優質嘅服務。喺有剩餘服務量嘅時候，我哋先至考慮容許非本地孕婦使用本港嘅產科服務。去年為咗進一步控制非本地婦女來港分娩嘅數目，我哋提出並且係落實多項措施，其中係包括將2012年非本地孕婦來港分娩嘅數目限於35,000名。就2013年非本地孕婦嘅分娩預約問題，我哋一直係同私家醫院商討，但係並未達成任何共識。由於有關事項亦都係下屆政府需要跟進同埋處理嘅工作，所以我哋同後任行政長官保持溝通。後任行政長官表示，佢喺競選政綱中承諾喺未能充分全面了解丈夫亦非港人嘅非本地孕婦在香港產子對香港嘅醫療、母嬰健康、教育等等嘅社會服務所造成嘅影響之前，私家醫院喺2013年應該暫停接收該類孕婦預約分娩。我哋係理解同埋尊重後任行政長官嘅睇法，私家醫院亦都一致同意停止接受明年雙非孕婦嘅分娩預約。第二，廢物管理問題係迫在眉睫。過去1年多以嚟，環境局喺減廢回收、引入現代化廢物處理設施同埋及時擴建堆填區呢個三管齊下嘅廢物管理策略之下，一直同立法會同埋社會各界係進行討論。後任行政長官喺佢嘅政綱裏邊提出嘅廢物處理策略同現行嘅政策目標係一致嘅。政府同埋後任行政長官亦都有就此進行溝通。雖然本屆政府引入綜合廢物管理設施同埋擴建3個策略性堆填區嘅撥款申請，喺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嘅反對之下，未能夠繼續撥款申請程序，但係各項已經開展嘅源頭減廢措施將會係繼續逐步嚟到落實。第三，行政長官喺4月20日公開表示，現屆政府會全面配合後任行政長官改組下屆政府架構嘅工作。為此，喺政務司司長嘅督導下，成立咗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主持嘅工作小組，成員係包括律政司、公務員事務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行政署同埋相關嘅政策局同部門嘅代表，喺技術同埋程序上提供支援，包括第一係修改相關嘅法例，第二係處理開設職位同埋撥款嘅事宜，以及第三係安排政府架構重組後有關部門所需要嘅辦公嘅地方。多謝主席。主席啊，我個問題裏邊咧舉咗3個例子。嗱，前面嗰2個例子咧個問題係唔大嘅，因為社會其實好多討論，我哋議會亦都有好多討論。我自己嘅街版都係建議，例如雙非係應該係嗰個配額係應該係暫停嘅。咁但係第3個嗰個問題咧，主席，社會上真係冇討論。如果你睇翻呢個答案裏邊咧，就公務員本身咧都冇話有個諮詢嘅。以往即係我哋好多時候，譬如你講緊殖民地年代啊，嗰啲政策咧就由下至上，所以問題出現不大。但係而家咧，經常咧就係由上至下，上邊拍板，下邊咧就有執實，完全冇提諮詢公務員嘅。所以第3個問題嗰度，我問關於即政府改組啦。我問嘅問題嘅時候，主席你睇到我本身嘅問題嘅時候咧，當時嘅情況咧就係局長表示咧，現屆政府未有收到任何進行有關工作嘅指示。咁我問完個問題之後咧，就最近咧就政府出嚟就話佢會協助即係下任嘅政府咧，就係盡快咧就係去要去壓縮我哋呢啲時間咧，就要我哋咧喺7月1號前咧通過有關嘅條例同埋有關嘅撥款。但係到目前為止，其實我哋未有文件睇究竟你講緊嘅人數啦、職級啦、薪酬嘅福利啦、從屬嘅關係啦、職能嘅分配啦，或者咧係呢一個職能嘅分工啦，呢啲完全冇講嘅。我哋睇報紙又見到好多喎，佢又話去工聯會嗰度揀恤，又話去民建聯嗰度揀恤，咁又唔知話有幾多個政治助理，一陣間咧連啲人名都有啲而家都出埋嚟㗎啦。
咁但係呢，就我哋真係未有文件睇呢方面嘅資料。咁我就想問現屆嘅政府，你點樣打算諮詢公務員？因為呢樣嘢一定係牽涉公務員嘅。你記得上一次我哋講緊嗰啲政治助理幾大個風波㗎啦，喺08年嗰陣時個公眾嘅反彈係好大。咁呢個亦都影響公務員，所以我想問現屆嘅政府，你點樣諮詢公務員？點樣諮詢公眾？點可能叫我哋喺7月1號前要同意晒所有，無論係你講緊嘅人數啊，講緊係薪酬福利，講緊職級，講緊即係所有呢一方面嘅問題，點可以夠時間呢？點樣諮詢公眾同公務員？邊位局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多謝主席，多謝余若薇議員嘅追問。有關下屆政府嘅架構重組嘅安排嘅工作呢，喺大概上個禮拜度呢，我已經係我致信咗俾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係請求呢就委員會係喺5月初呢係可以召開特別會議，俾我哋呢有機會嚟到去將呢個重組嘅具體嘅安排，包括余若薇議員頭先所提到嘅各項嘅具體嘅問題呢，係具體交代。咁喺隨後呢，我哋了解呢，就委員會主席呢係暫時安排咗5月9號早上嚟到開。我哋一定呢係會喺呢一日之前呢，係會將相關嘅文件提交俾立法會呢嚟到去參考，同埋到時可以有討論。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呢，就喺現屆行政長官喺上月嘅20號係宣布係會全力配合候任行政長官喺呢方面嘅工作嘅時候，喺同一天嘅下午呢，我已經係指示咗本局嘅常任秘書長係馬上成立一個工作小組，成員亦都係包括頭先我所講嘅部門呢，主要都係常任秘書長同埋副秘書長嘅公務員嘅同事係參與其中。佢哋喺20號之後呢，馬上喺幾天裏邊呢，已經係將相關嘅一啲嘅建議呢作出一個詳細嘅審議，亦都喺隨後政務司司長召開嘅會議裏邊呢，同候任辦公室嘅主管呢有好詳細嘅交流。喺席上我自己都有參與呢，唔少公務員嘅同事呢，特別係喺常秘同埋副秘書長，因為佢哋喺以往運作經驗比較豐富呢，亦都提出咗好多寶貴嘅意見。咁我相信呢，就喺我哋下個星期會嚟立法會討論嘅具體意見呢，不但只係反映咗候任行政長官政綱上佢一啲嘅重組嘅配套嘅建議之餘呢，亦都相信係會吸納咗現屆政府官員，特別係常任秘書長、副秘書長等等公務員嘅同事，佢哋有一啲運作上經驗嘅睇法，係會容納埋喺裏邊，以至到呢係可以有一個更加順利嘅重組嘅安排。詳細情況我哋下個禮拜會交代。多謝主席。冇答你問題。份呢，我問關於公眾嘅諮詢，因為你到目前為止，即係你譬如牽涉幾多錢啊，咩人啊？即係重複咗個問題得啦。公眾嘅諮詢嗰度完全局長係冇提過，佢點樣打算由而家到7月1號前係可以就呢啲問題諮詢公眾呢？局長。多謝主席，或者呢個問題係適合喺下個星期係具體嚟到去交代咧。不過我淨係想提一個現實嘅問題，就係重組嘅建議其實主要呢都係更好地去配合下屆行政長官佢嘅施政嘅綱領，特別喺佢政綱裏邊所提及嘅。所以我相信呢個重組呢，最主要嘅目的係為咗去更好落實佢嘅政綱啦。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呢，因為我哋現行法例嘅規定呢，喺7月1號換屆之前呢，其實根據現行法例係需要喺100天之前嘅星期天呢係舉行特首選舉嘅。咁好多時喺一個換屆嘅情況之下呢，係候任行政長官實情呢都係只係得100天嘅時間去做。咁佢點樣能夠喺呢段期間去吸納各方嘅意見呢？咁呢個呢，我相信呢，就無論係候任嘅行政長官同佢班子同埋現屆官員呢，都係會希望可以多聽意見。我相信立法會各位議員係作為民意代表呢，你嘅意見都係比較係重要，亦都係作為我哋嘅參考嘅。下個星期呢，我哋會嚟到呢度再詳細交代。多謝主席。